你好，我係天迪師傅。今日同大家說一個觀點，就係翻身嘅機會。近排有好多朋友問有冇機會翻身，有亦冇。過去可以揾到錢，即係話自己有揾錢嘅能力，相信自己未來都可以揾到錢。呢啲打氣嘅說話聽咗好多啦。問一個誅心嘅問題啊，過去你嘅錢真係你揾翻嚟嘅咩？我記得2019年嘅時候，向中國有一個講法，2019年係過去10年之中最差嘅一年，亦都有可能係未來10年之中最好嘅一年。現時睇嚟，現時嘅經濟狀況真係就係咁啦。現時嘅經濟環境咁差，係咪真係咁差呢？次次我哋睇到嘅幾差嘅環境都好，都有人揾到盆滿缽滿。向三元九運入邊，啲天地每20年就行一個大運。2004年至到2023年行嘅係土八運，2024年去到2043年行嘅係九字離火運。向過去呢20年入邊，只要你係從事房地產相關嘅行業，做生意或者係工作，或者係買樓，基本上都係獲得財富滿載嘅機會。咁係唔係你真嘅憑本事揾翻嚟嘅錢呢？大家有冇睇過一張圖片？有隻豬乸掛響樹度喎，啲豬係點樣先跑到個樹上邊嘅呢？唔係啲豬生咗翼飛咗上去，而係刮緊龍捲風，將啲豬刮起嚟掛響樹頂上。即係話，只要你踩中咗風口，啲豬乸亦都可以飛上天。2020年至到2023年呢幾年，為咗迎接九字離火運嘅到來，天地之間進行咗一個大嘅洗牌同埋清算，清除嗰啲不利於九字離火運嘅元素。咁響過去20年土八運揾到錢嘅人，如果命格可以承載得到相應嘅財富嘅，先天帶住財富呢個裝錢嘅袋嘅，基本上都可以留得到自己嘅財富，或者係清除多餘或者係溢出嘅嗰一部分。反而嗰啲先天命格承載唔到財富或者係命理唔帶財富嘅人，咁就響交接嘅期間被清算咗啦，甚至乎響過去消耗咗超出咗自己命格所能承載嘅財富嘅人，目前更加係負債累累。另外仲有一種人，呢啲人呢，命格可以承載財富，亦都先天命中帶住財富嘅人，亦都會受到波及嘅喎。係因為佢正處於佢每10年嘅一個大運嘅交接期，天地正響度幫佢騰空咁裝錢嘅財富，以準備迎接更加大嘅挑戰同埋機遇。天地正響度幫佢清理佢身邊未來20年不利於佢發展嘅人，即係話準備行大運，應咗嗰一句：天將降大任，於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，磨其心志。翻身真係可以翻到身，咁即係睇翻你自己啦。一係要睇命格係咪可以承載得起財富，二要睇命格係咪帶有個財富嚟裝錢，三係要睇係咪行運，係行大運呢，抑或係行流年運，四就要睇命格係咪應咗今次嘅九字離火運，五係要睇你做嘅生意或者所做嘅嘢係唔係對應九字離火運，係屬於朝陽嘅行業啦。天不逢時，日月無光；地不逢時，寸草不生；水不逢時，波濤洶湧；人不逢時，離魂不通。信抑或唔信，都係你嘅心中啦。可以行到大運，自然係借運而行，事半功倍。需要韜光養晦嘅，當然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啦。想睇下自己有冇大運可以行呢？可以留言交流㗎。